个名副其实的修行者。上师啊，这个你收好，祝福你，护佑你。上师上师，我走了。上师，恩重如山的上师和师母啊，我绝不辜负你们的期望，希望上师师母不要忘记我。祝愿上师和师母贵体安康。好孩子，好好修持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再见，上师，再见，再见。哦，真舍不得上师和师母，我现在最好返回上师的跟前。哦，教授已经完全得到了，今后非佛法之业我都不会去再做。上师呢，我可以观想他在我的头顶没有分离就行，并且已经很好的承诺来世在净土中相见了。那现在就去看一看那大恩的母亲吧。哎，方木人，那下边的大房子的房主是谁呀？房主除了鬼以外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以前有个施咒术的人，那个人和他的母亲就是那栋房子的主人。现在那个母亲死了，大约有8年了。另外，他还有一个妹妹到外面流浪去了。施咒术的那个在哪里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你如果赶到下面那房子里去，里面一定有经书。我们都害怕他的护法神，连那栋房子旁边的土地我们都不敢去。
哦，这房子还是以前的房子吗？哦，完全不在。物是人非了。这是妈妈，妈妈。原来是这样，妈妈。现在我痛苦没有丝毫的意义了。我已经得到了上师大宝的比如意宝殊胜的教授，把母亲的食神与我的心相融合，又把他与他举祖师